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，当时乌色岛国青年电线总召集人魏阳等人涉嫌煽动他人犯罪，也毋过一审拢互判无罪。这个案件经过6年，高等法院今仔日宣判逆转，一审互判无罪，6个人改判有罪，魏阳是互判4个月，有罪的人数为11个人变做17个人。 2014年3月，太阳花学运当时以反对乌箱服务协定为主，学生甲群众冲入立法院占领议会，持续到同年4月7日退出立法院前后有23天，包括魏阳等人用放送的方式招几百名群众，也是行政院，佮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。323攻占行政院的事件，总共有132人被起诉，经过政党轮替了后，一审魏阳等总共7个人，本来判无罪，却伫6年后。 高院二审宣判魏阳等人有罪，依照煽动别人犯罪判魏阳4个月。虽然魏阳等人坚持无罪，强调讲无人犯罪是要安怎煽动别人犯罪。宣称讲破坏路闸、砸路尾是为了要后送伤犯，防止群众因为安尼来受伤，不得已才做的。这个只是在现场呼口号的这种行为，变成是煽惑他人犯罪，这个是真的，我想对一般的民众来讲都很难理解啦。 立委林统佐表示讲，魏阳等人只是伫现场画口号，一审判无罪，二审煞平盘，真正无法度理解，表示讲未来一定会继续上诉。